高雄中学顶个月头一摆办理台语专任教师的甄选，69位老师报名，却拢无到半个录取。成大台文系教授着这期评分过程，台湾南社也接到老师的投诉，向高雄市政府反映，要求调查甄选的过程。高雄中学表示讲，学校召开教评会重新检视，这甄选的流程是拢无问题，因也尊重评审的评分。即马本土语言课已经纳入高中学课纲，本土语的老师需求嘛增加。高雄中学4月有招聘1位台语专任的老师，总共有69位报名，6位进入复试，毋过煞拢无人录取。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蒋伟文伫名册答问讲，70分才录取，上悬分是考到69.45分，伊即期精选并无公平。台湾南社也接到老师的投诉，向高市府要求爱剔查过程。拢有符合资格哦，伊有领到教育部的即个台语证书的即个老师呢，你伫面试内底上悬分顶差66分安尼尔啦，安哪有公平？啊，化学平均至少拢有拍到82分以上啦。蒋教授也即期精选的5位评审，有3位无台语的专长。高雄中学表示讲，这3位国文甲社会科的评审老师，其实也有本土语甲教学专业，也强调学校并无轻视本土语言。按说7、8月，阁会招台语的代理老师。阮并无违反教育部对甄选即个教师内底伊的规定。伊4年前数学科嘛，捌出现重缺的情形，绝对毋是因为歧视本土语。鼓励孩子来修选，那当然高雄市一定会支持，所以我们未来还是会持续来开缺。教育局表示讲，今年乡中是高雄市头一间招聘台语专任老师的中学。针对精选的过程，乡中表示讲，7、8有开教评会，检视流程也比对评分，认为拢无问题，所以尊重评审的决定。教育局是表示讲，未来高雄市会继续开本土语专任老师的课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